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出埃及记第34章第1节到第9节，27节到28节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到第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回。签约，在以前的传统的签约或是任何此类形式的文件，比如说备忘录，都是这样一式两份，双方签完后各持一份作为证据。上帝与摩西以及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签约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，一式两份。但是有所不同的是，上帝并没有取回他的约的那一部分来保存，而是将所有的都给了摩西，让他带下山，并且存在这个约柜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将恩典都赐给了以色列人和世人，他愿意为了人来负全责，只要人们确实的遵守他的诫命。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寻回所有失丧的人们，并且用诫命来帮助人们来归向他。出埃及记第34章的经文提到摩西跟上帝立约的一个情形。传统上我们认为2块石板各刻5条诫命，总共10条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用约的概念来看，应该是各写10条的一式两份。圣经说，上主对摩西说，要找取2块石板，就像从前那2块，我要把你摔碎的那2块石板上的话重新写在这2块板上。明天早晨你要准备好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见我，任何人都不准跟你上来。整座山不可以有人，也不可以有牛羊在山下吃草。于是摩西找取2块石板，第2天一早，他就照着上主吩咐把石板拿上山去。上主在云中降临，与摩西站在那里，宣告他自己的圣名。于是上主从摩西面前经过，宣告说，我是上主，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我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，我坚守应许，直到千万代，并赦免罪恶过犯，但是我一定要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，直到3、4代。遵守上帝的诫命应许，就要蒙福到千代。有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，它的曲名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曲子当中有个歌词这样写道： 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I a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 我曾迷失，今被寻回。我曾瞎眼，
睛的看见。这个是描述着奇异恩典的作者他的人生的境遇和改变，非常的令人感动的一首诗歌，也流传在我们当中几个世纪，历久不衰。这不但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，在这当中也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悔改。上帝的拯救计划赐福的应许当中，是要让人来被寻回。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是被上帝寻回的一群人，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：“我来就是为了要寻找世上的人。”摩西聆听了上帝对他的交代之后，他就战战兢兢的跪拜在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呼召，与上帝立约。圣经说，摩西连忙俯伏在地上敬拜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与我同行。这人民万列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过犯，接纳我们做你的子民。”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把这些话写下来，因为我要以这些话为根据，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摩西在上主那里停留40昼夜，不吃不喝。他把这约的话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。以色列因为等不及40天在西乃山上的摩西，自己就要求亚伦制造了一个偶像来拜，因此得罪了上帝，转头离弃了上帝。我们是否想过，既然那个法版上的十诫都一样，为什么需要再刻一组石板呢？内容一样除了我们说石板已经被摔破以外，那是因为第一个约已经失效了。上帝再一次的赐下命令，再一次的与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，重新的寻回再度的世上的以色列人。天父的心就是这样的柔软，这样的期待着浪子的回头，如同路加福音第15章所描绘的那一位父亲一样。他一直是在盼望着叛离流落他乡的浪子归回。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到第14节也是这样子提到。圣经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天上，他们的天使常常侍立在我天父的面前。”你们试想，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逃迷失了，难道他不会留下那99只在山野间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找到了这一只迷羊，一定会非常高兴，比他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要高兴得多了。
同样的，你们的天父也不愿意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迷失。就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，主上帝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但愿人人得救。今天这个寻回的救恩仍在等待，等待着那还在外面观望、还在流浪上帝的孩子们。盼望我们不但能够得救归回，也更能够成为上帝的帮手，令人归回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们是多么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主定罪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筋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水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错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被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时时规劝你。不要像罗马那么无知，必须用绝环计头管束才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的苦痛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啊，你们都要欢呼。主的恩典使我们因着相信而得救，也让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归回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，同工来领人归回，进入上帝的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